台北一个文章的下班时间，有2个人因为尿位的问题起屁面，各出手相拍，后来是互相提告伤害。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涉嫌收厂商700多万的乌西钱，检方今仔日甲法院求判伊10年以上的徒刑。日本众议员河野太郎今仔日率团访台拜会行政院长杜英泰，希望台日会当继续深化交流。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2月24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头起先来关心台北捷运伫咧昨暗时阁传出冲突事件，下班时间人满满是，不过2个人煞因为这尿位的问题起屁面，阁出手相拍，后来互相提告伤害，也面对刷落来看年顶大型活动，上北的市府拢唔敢激放放，除了加强演练甲戒备以外，嘛按算要伫咧活动的现场来增加警力，维持安全。因为后面很急嘛，我有让人家。他自己都不下车了。警方接到通报，到场查甫人是有够生气，就伫几分钟前，伊伫捷运的车厢内，含一个查某乘客伫冤家，甚至搁当场相拍。他照我之后，我当然把他手机甩下来，甩在地上。冲突是发生伫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23暗时6点外，迄当阵当时下班时间，车厢的人真侪。警方调查2个人是因为路车尿位的问题开始相嚷，说落来互相扣来扣去，即马双方拢提告，互控伤害。男子因不满女子持手机拍摄，出手泼掉后，双方于车厢内互相拉扯，依刑法伤害罪将2人移请新北地检。捷运内面小连续发生纠纷，伫1119随机攻击事件了后的敏感时刻，互相关单位拢真注意。尤其要年底啊，各大活动拢在举办，任何冲突拢爱关渡戒备，各项维安嘛真受关注。汹汹喊一声，就大声，民众惊甲紧逃走。警方到场甲制服。台北市政府戒备跨年，模拟室内发生突发事件时阵，爱安怎应对？日是先做预演，正式的关强度的演练会伫26进行。参加的对象有若警消和台北捷运这单位，嘛纳入演练场域内面的业者和柜位。包含转运站跟百货公司的店家已经做一些协调跟沟通。我们在礼拜5正式演练的时候，他们会一并纳进去我们的演练的科目。所有相关的活动，我们会提高更多的见警力，以及更加严密的安全网络。让活动都能够在安全底下顺利完成。同款是提升备战，新北市嘛规划伫跨年宴会会场提供更警率的防范，另外嘛部署警犬防暴小组、空袭机的维安警力，面对这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中央嘛先伫安全指引手册官网更新暴力攻击、大规模抢攻的应对指引。先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那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编列成下一次更新版的时候来使用。内政部长刘世峰讲，确实明年的预算有够，会印新版纸本的安全指引手册，到时会把相关内容嘛拢放入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发生随机攻击案，检警继续咧追查。除了根据嫌犯的行踪来定检犯案的现场以外，希望会当进一步分析动机。因阁有查到讲，这嫌犯原本阁有订另外一间旅馆，是按算夜等日迄天要去住。这敢代表讲原本是有后一个行动咧？这详细目前也咧查。也即届因为救人煞无命的有家长先生，伊的家属决定要甲外界管的200万善款，拢总交予桃园市府，希望用来帮助弱势家庭。随名检警出动到事发的所在，台北市随机攻击事件的案发第6天，专案小组一大重点任务就是要记录犯罪现场状况。来到现场的监视人员利用3D 雷射扫描仪测出空间、环境甲物件的立体指标。当时候的人物没有办法，对，只有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空间，包括我们4楼还有这个广场跟道路的这个空间，我们会把它记录下来，数位化。检警对成品南西店嫌犯租厝所在甲放火所在8节 N 倍出口一路扫描建模，要经有所违法的方式重建刑案现场。就学者分析，甲犯案现场对平面转做立体。对查清这个犯案动线也各有路径，甚至是进一步分析犯罪动机时更加有帮助。之前用照相或是现场测绘录影的话，其实它
毕竟可能是片段，它透过一个模组的一个记录保存的话，一定是有差距的。同样未来在我们不管是防范上或教育训练上比较有帮助了。专案的疑点真多，专案小组发现，嫌犯在死前把同时订2间旅馆，除了案发去住一间，另外一间要伫圣诞节去住，不过最后无订成功。伊的相关行为是不是代表有2套攻击的计划，也是讲原本有下一步的行动，将是后续侦办的重点。同时，检警伫嫌犯厝内底也发现一台已经烧掉的电脑，也已经把这个假币的疑点扣落来，正在想办法破解，积极追查真相。因为专案夺走3条无辜的性命。其中有这个救人的余家长，伊的家属得到外界200万块现金的捐款，不过遗家的人将这现款回捐给通市政府。他们觉得说他们经济状况还可以，所以他们再把这个捐款又回捐到我们市府，让我们市府对于更需要捐助的朋友来运用这笔捐款。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余先生的家属。遗家的人回捐现款的这个温暖的做法，希望这笔钱会使提供给更加需要帮助的弱势来使用。因为余家长的公祭有计伫下礼拜6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也即件随机攻击案，这嫌犯的工具拢是透过网络买。有立委就要求司法部要检讨网络平台顶悬这危险物品买卖问题，佮提议讲会当用徛名这方式来加强管理。司法部表示讲，因会搁再讨论做法。那呢，他呢连续呢购买了13把长短刀，全部靠网购。台北济湾12、19随机攻击事件，嫌犯丢文犯案所有工具、刀啊、烟雾弹、信号弹，拢是对网络平台买来的。拜三立法院委员会质询司法部的时，朝野立委拢要求司法部要检讨现行的制度，网络顶危险品买卖问题。其无形当中也怕后续会有模仿效应等等，所以有人提倡是说，是不是要通盘的来检讨，甚至说在网络上贩售这一些相关产品，也需要有实名制。对此，司法部表示，网络实名制虽然有阻挡的效果，不过嘛，牵涉到雇主的问题。目前全世界，敢若中国买刀啊爱徛名，司法部会伫1个月之内和各部会讨论因应的作为。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实施实名制，像中国大陆他们的做法，那的确是可以有效的遏阻犯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隐私的问题。我们现在数发部打算是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特殊的这些品项就是有这个安全疑虑的品项，我们会跟各个部会合作。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些品项我们会真的是会采取实名制的方式。另外，随机攻击的代志发生了后，即马网络顶嘛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伫咧社群散布惊吓。司法部指出，已经和社群平台沟通，针对危险社会安全的信息，若发现得马上摕落来，也依法上办处理。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廉政署今仔日去敲台南市消防局，因为因怀疑讲这局长李明峰有牵涉贪污，因为伫咧这2年来，这民间管的45台消防车，拢是甲共一间公司买，甚至是连这消防位置嘛是这个厂商包去做。这其中敢有人摕好康的，也阁爱厘清。因那台南市消防局这边是回应讲，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廉政署的调查人员早起也未到9点，就来到台南市消防局，一群人行出行入，找人问过讨资料。台南地检署表示，侦办的内容是有关前消防局长李明光涉嫌贪渎案件。调查人员带过资料，拢是甲这2年民间关键的消防车有关系。至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调取相关资料，共计搜索8处，约询涉嫌人4人，证人6人。目前持续调查中。相关的案件呢，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程序。那是否呢尊重司法依法行政？那也希望呢调查的结果能够厘清事实，勿枉勿纵。检方讲的消防车都是这台，因为车形式会当伫台南的巷仔软来软去，方便救灾。这2年有民间企业要关器材，前局长拢会大力推荐这款消防车。不过代志的空棒都是出伫这。若有人要关，消防局就会提供需要的器材甲厂商名单。2年内竟然有45台消防车。全部拢是甲共一间公司买的，甚至连消防局这几年的消防位置嘛，拢是这个厂商包去。有议员认为，若真正有人对过程中摕到好康的，就真正值得企业的好意。我们都要格外小心，不可因为它是捐赠，我们就放宽我们的标准。我们一样应该要依法行政、依法采购、依法处理。请司法单位公正的调查，
公正，没有的话还他清白，有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绳之以法。对不起，电话无人接听。记者打电话要求证，消防车业者的公司电话无人接，市电铃嘛无人进，因为代志牵涉到前局长是毋是有贪渎。台南市消防局用文字回应表示，尊重司法会全力配合调查。记者李新武、柯家祖、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国民党的立委陈天才涉嫌收厂商711万的乌西钱，互业者行后尾门。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甲求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另外，台中市的前地政局长吴尊金，伊是涉嫌甲私人饭会费用报公效。台中地检署是已经甲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籍平地原住民立委陈天才，涉嫌2020年到2023年之间，经过办公室执行长张庭良甲立零建商保管业等9间厂商收乌西钱，总共711万，互业者以国会办公室特助的身份送业务，并且对行政单位施加压力。检方2时侦查终结，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具体求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虽然涉案业者承认犯案，不过陈天才发言后讲伊无涉案，钱拢是用伫咧部落的放利罪，完全没有就事实，也就是说，他召开协调会，自己发文，自己写会议记录，而且不在我办公室，是在他自己的公司，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令我讶异。参加施政7周年成果记者会，台中市长罗秀燕对媒体问题拢无回答就离开，场面无啥好看。因为市政府前地政局长吴存金伫林内俱乐部甲私人自产的费用，以首长特别费核销，参赛名目真侪种，除了接待亲友，也有庆祝罗秀燕当选做立委家庭自产，总共11条，诈骗公款68679块。检方2时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加刑事和公务人员等在不实文书的罪嫌起诉。吴姓被告身为地政局局长，多次以违法方式诈领特别费。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吴姓被告所为系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及刑法之行使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针对本案，地政局尊重司法，全力配合后续司法调查。吴存金涉贪，今年3月已经请辞。台中市地政局表示尊重司法，全力配合调查。检方是考虑吴存金承认犯刑，也将所有犯罪所得拢纳回，而且诈领金额拢伫咧5万块以下，敬请法院依法减刑。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度的总预算案，立法院到大国也未审查。主计总处统计讲，明年会有将近3000亿的预算是无法度动用的。在野党就表示讲，若是提关警消海巡退抚金，搁有军人加薪水，这预算案无法度通过，安尼因就会继续来阻挡总预算案。民进党立委就呼吁行政院应该要甲个人说明讲，这预算若是无法度使用，会有偌严重。115年度总预算案进度延前去，调遥遥伫对立，离今年结束剩上尾1礼拜，要是无法度复位，创下阿扁政府、马政府、蔡政府到赖政府以来上万复位的纪录。主计总处报告显示，有2992亿预算爱通过才会当执行，包括新型计划1017亿在内，内容包括直辖市、甲县市财政平衡的补助、AI 新十大建设、TPS 通勤月票等等，会严重影响施政。不过，在野反倒转来批评中央无要以立法权3读通过的军人加薪预算，还有提关警消海巡的退抚金，要是唔编列。你要不要公开承诺？审总预算的时候，审完马上追加预算，这2笔追加预算我们就马上审，就这样可以承诺吗？要不要承诺啦？这不是我承诺的问题是我们本身第一个要先筹措财源。针对那也要求中央答应爱追加军人加薪水的预算，但小主讲安尼会破坏人事制度。绿营立委烦恼讲，若被恐惊会封杀总预算案，一直到会期结束，代表明年便若拄到天灾，中央会无法度动用灾害准备金，到时要安怎来协助救灾？你让国人知道说这个没有过的话，将来中华民国遇到天然灾害，中央政府没有1毛钱可以花。
地方它灾情惨重的话，那自己的灾害准备金不够支应，那就必须要仰赖中央来做资助。那到时候中央就是没有经费可以调整。国防部表示，朝野无要审总预算案，嘛冲击国军建军备战，连带影响各种的机舰、战甲、炮车等等装备维修保养、甲火药、加油等等，对演训的任务是真不利。也若列伫个新项计划内底体配月票，75亿的预算红卡关。交通部讲，预算若是无够，到时会影响98万的通勤族。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既然有一个业主甲判病倒伫咧眠床的老爸苦毒，毋但无爱互伊物件食，阁甲伊的衫裤脱掉，干那架一领布被啊，甚至是动手甲整，最后造成这个老爸头壳内底出血，引发肺炎死亡。检方即马是甲依照家暴伤害致死罪嫌，甲这个不孝囝起诉。宜兰男夫妇发生结论命案，警方调查39岁姓陈查甫人10月开始无照时间饲在床老爸食物件，佮将衫脱掉，甲你用布配包咧，几日间佮动手拍老爸。死者是经被告徒手殴打后，受有左眼窝、左右肩胛骨及肋骨等多处瘀伤之伤害。未开面连续受虐待，当月29，检方就接到姓陈查甫人通报，伊老爸死亡。检方上验了发现，死者毋若3比8，身躯真侪所在乌青，判定死因时被拍了后，头壳内底出血，引起数值性肺炎，最后呼吸衰竭，案件定结。姓陈查甫人准警件遭到检方照家暴伤害致死罪嫌来起诉。伊平常时甲老爸伫南方学带做伙，2023年，爸爸因为破病行动不方便，开始在床，伊是主要照顾。附近厝边表示，爸囝关系无好，常常冤家。听讲死者上检了后，胃内底拢无物件，这后生食不好。轮椅塞来在路中，两个嘛在上呢。发生事件，我到底刚刚我蛮看。爸爸自2021年互社会处立管，每半年社工会去访视。社会处表示，今年开始照顾状况无好，社福团体甲社工每个月拢会去访视，佮提供补助。今年10月，社福团体发现爸爸身躯有伤，保护性社工访视也无结果，就发生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南投草屯的清洁队，昨昏伫咧收粪扫时，有民众甲规地香火拢弹掉，结果煞崩溃，呛出火烟，去喷着清洁队员，加载无严重。清洁队就呼吁民众讲，这香火要弹进前，就要先用水压过，确定地下内底空气拢已经排掉，才袂造成危险。南投草屯的清洁队23下晡伫咧仁爱街318巷附近伫咧执勤的时阵，这个清洁人员徛伫咧车后斗咧收粪扫，拄着民众甲规地香火弹落粪扫车，想袂到怎熊崩溃。清洁人员互香火喷甲规分尸，赶紧去边仔的人家厝找人斗相共。是咪干的？压榨剥解。不过民众他没有告诉说，那里面装的是香灰，而且它是里面充满了空气，所以我们队员在接的那个垃圾袋之后，整个香灰就从那个洞口里面就喷发出来，然后造成我们队员就是身体，就是整个就喷到整身都是这样。香火弹落粪扫车造成喷发已经毋是头一届啊，之前彰化市嘛发生类似的事件。台中市中西区清洁队表示，香火内底可能还佫有烧毒或者是火青，弹落粪扫车压缩的时阵，有可能会崩气甚至是导火。正确的做法应该先是用水甲压好淡，变做规地或者是像落果仔糜共款，再放落地下底绑好好势，了后再弹粪扫车。香灰我们会建议就是先用水把它淋湿，然后搅拌成块状，或者是充分淋湿之后，那用这个垃圾袋把它打包，那再交由垃圾车来做处理。另外，包括过期的面粉等等这种像粉的物件，若无细致崩溃，可能规个烟甚至导火。粪扫地下内底若有空气，尽量爱甲排除。草屯清洁队表示，这个清洁队员去就医了后，人无啥要紧，后续嘛会提醒队员，若拄到真奇怪的物件，就要提悬警觉，嘛会加强宣导。记者综合报道。即摆诈骗出头了了，有诈骗集团就设计假 App， 怪讲会当来投资也白上市的股票，至少已经有54个人被骗去，金额是超过1亿。警方即摆已经抓到30个嫌犯，也搁咧追查敢有其他共犯。警方去4单的主嫌厝内敲锁，嫌犯红惊精神，佮想要摕手机做报备互警方主动。来，怎样？警察，手机不要动，手机不要动，手机不要动。
另外一名警察来到担任水房的现场的嫌犯处内，也甲相关的人员抓起来。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欺集团透过设计诈骗 App， 用投资抽约被上市的股票来管唔知影的被害者。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的成员除了有帮派分子，也有地方的角头势力，甚至吸收未成年的车手，甲被害者提钱。经过半年追查，溯源八波，即查获控盘首脑、水房金主、水房干部、车手等共30人到案。警方查到受 App 诈骗的54位被害者，财损的金额有1亿1000多万。也那查的过程当中，4单的主嫌伫2020年都已经互通缉，伊互人抓到时阵，佮提朋友的身份证互警方，想要暗藏伊的身份。经通知家属选任辩护人，才发现刘姓友人在家中睡觉，一举戳破陈姓主嫌逃亡通缉6年之身份。警方即届掠30个人到案，并且查扣大条的现金甲虚拟货币，专案按照刑法诈欺、毒品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伪造文书、洗钱防治法、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最新的消息来关心，要暗暝5点47分，台东发生规模6.1的地震，深度干那11.9公里。伫咧台东的民众是讲，会当真明显来感受到地动伫咧海，真侪人厝内物件嘛拢落落来。另外，高雄捷运专线嘛要暂时停驶，真侪下班的民众拢有受到影响。监视器的画面突然间摇摇摆摆，行伫咧路的人也拢惊到。24暗5点47分，台东地区发生规模6.1的地震，有人讲要走嘛袂会走，要走嘛袂赴。那个警报已经摇完了，警报才来。有没有吓到啊？有很大，要很大哦。那这个地震它的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在台湾东部做一个碰撞。那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在东部这边，其实7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边。跑出去。顶顶真侪物件拢落来，也甲龟头骹，就在讲迄当阵震度偌大，店内员工赶紧清理。一个团讲有工具压住滑漏，甚至有警消接到报案讲命题导火，到现场发现是设备一直清火塞，用灭火器拍火。我们着火啊？应该是2出道。地震完的哦。对，应该是哦。台铁也发信息，自暗时6点开始，关山台东金轮之间路线未通。除了台东在前座，高雄捷运也因为地动暂时停驶，相关人员赶紧经营月台列车一个铁轨路顺序。各都是下班时间，真侪人受影响。就很错愕啊！对啊，因为本来有约餐厅，然后刚刚还要打电话去跟人家改时间。高雄捷运停驶5分钟，乘客拢被请落车，伫巡轨安全了已经恢复正常。这边地区变新，台东甲高雄紧急状况真多。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众议员河野太郎今仔日是带团访台来拜会行政院长杜英泰。杜英泰表示讲，台湾甲日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未来会阁加强 AI 佮无人载机科技交流。河野太郎嘛表示，台湾全面解禁福岛食品，用行动来消停。河野太郎总理。握手挨沙子互相送礼物，日本前外务大臣、现任日本众议院的议员河野太郎日是带团访台，这嘛是河野太郎隔11年佫一摆来台湾，亲身拜会行政院长杜英泰。杜英泰嘛挂2个的国旗徽章，展现台日的情谊。伊致辞的时阵嘛讲，台日面对天灾发挥互助精神，强调双方的共同目标就是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发展。期盼河野众议员跟在座各位国会议员，能够持续跟台湾合作，共同来推动台日数位科技交流，深化在 AI、在数据，甚至在机器人、在无人载具各方面的科技领域加強合作。また昨年 TSMC もありまして、台湾からの対日投資が50億ドルを超えて、これも史上最高でございました。河野太郎认为台日的关系是患难见真情，讲台湾加大对日本的投资，台积电伫日本设厂含解禁福岛食品，拢帮助双方伫经济领域的关系更较密。另外，中国日本关系真紧张，恐惊影响到区域的安全。但日本的议员小连续访台，用具体行动挺台湾。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日本众议院的议员丁木兴又长岛召集新田准一进程到台湾来访问，含总统赖清德、台北市长周万安等人来交流。日是结束3天访台的行程，针对外界关心台海的情势，丁木兴又强调无愿意发生台湾有代志的状况。この地域での例えば台湾有事のような状況を起こさせないのか、まさにそうした抑止力をどうきちんと強化をし機能させられるのか、こうした点も含め意見交換をさせていただくところであります。针对美国发布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放伫印太地区。东岛召集表示，交流的期间有讲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国家，拢需要提悬协助力量，伊嘛会尽力为着台海的安全稳定来做出贡献。记者综合报道。2年前，有一个囡仔凯凯因为受到灵母的虐待不幸过往。社福团体今仔日是来到卫福部外口甲悼念，嘛讲这社会制度的无理想，认为这替代性的照顾、安置的资源，佮有专业性的支持，拢总无够。社工团体就要求政府就要来全面改革。卫福部回应讲，这未来收出用是由地方政府来做最后的认定，安置的费用甲监督嘛由政府机关来负担，最后嘛会配合资源来协助有需要的家庭。国家侵权应到位，儿少权利不能退。社工团体来到卫福部外口表达诉求，嘛悼念2年前去互灵母虐待不幸过往的囡仔凯凯。社工团体指出，悲剧发生了后，定干来检讨社工，所无去看到规个制度的问题，因批评政府目前修订的通报机制、收出用的办法等等，实际上大量压缩第一线社工家庭陪伴的工课，影响到陪伴的品质。因要求政府爱系统性改革和有效相关权利立法。改定更多的 SOP 的流程，这样的做法让我们一线的基层的社工伙伴非常忙碌、非常疲惫的一直在进行调查跟评估的工作，可是我们却没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量能做最重要的家庭的陪伴。社工团体指出，统计到2024年底，有4591个儿少受安置，也有384个囡仔单别出养，这拢是像凯凯安尼，可能原生家庭无能力请养，也是高风险家庭。不过政府的替代性照顾、安置资源和专业支持拢无够，低数真恶受到好的照顾和保障。社工团体要求政府爱担起国家侵权的角色。对目前已经确认有一些出养必要性的儿童，常因为机构量能不足而有限的时间在一直等待，是他的依法应该要受到的照顾跟保障的权利，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下，跟资源配套措施未能到位的情况下，长时间处于悬置的状态。收出养媒和机构评估过以后，由地方政府来做最后的一个认定。那它的安置费用跟安置的监督，就是由政府机关来担负起来，所以运用保姆来做托育。我们也提高了他的访视的次数。另外，卫福部嘛回应讲，未来针对原生家庭状况无理想的时，会对社会安全网、社会救助法等等去配合资源和支持服务体系来协助，让家庭会当维持生活，也避免囡仔一下就行到爱出养的状况。记者卢尚珠、郑准友台北报道。卫福部按算要求托婴中心，把这监视器的画面传到政府的云端，安尼若是发生代志的时，就会当来调查。不过，这煞引起民间团体甲托育人员的反对，认为讲安尼生会有侵犯隐私的问题。新闻故事就会伫咧新闻顶观看到囡仔送去托婴中心受虐待报道，但是定定事后家长要看监视器画面，就会拄好无翕到，无就是洗掉的证据。为着要预防托婴中心虐待囡仔，卫福部拍算伫自动托育服务法内底，要求托婴中心爱甲监视器画面传到政府的云端去保存。但是拜三有民团和托婴人员出来反对，认为这侵犯隐私也是所谓监控。我们可以理解家长他会担心他的孩子被不当对待的一个焦虑，但是现场托育人员他们的压迫感，时刻被监视器控管工作的状况，那一份不尊重的感受，我们觉得是应该被在乎跟被重视的。在这样的状态底下，若干年后他们长大了，被他们知道他们的所有的影像，那些是他不想上传的资讯，全部都在网络上面，他们愿意吗？针对民团和老师的意见，卫福部是回应讲，会要求把影像传去云端保存，是为着要保护大家。若是发生代志的时阵，会当依照规定来申请影像资料。平常时袂有人一直在监视，嘛毋是凊彩人会当看。
需要一定的事由，要有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去调阅这样子影像的资料。既然是机构的影像存到政府指定的一个云端的设备里面去，政府当然有做隐私保护的责任。卫福部强调，相关的规定也未定案，会和相关单位讨论出导监视器的关键。团分段的部分也听各方的意见，并团是呼吁政府应该协助托育人员和家长建立信任，嘛强调囡仔应该伫咧充满信任的环境大汉，无应该生活伫咧充满镜头的环境当中。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有民众到屏东邦山乡的一个水果摊买莲雾，后来是感觉这个头家做生意无老实，怎决定无爱买，塞车要离开。想问到这个头家煞起价摕莲雾去劫人的车，民众报警察来处理，最后双方是决定要和解。我跟他说，那我要2斤。他第一次民众塞车对路边搭，准备要离开，煞雄雄听到一声，伊赶紧报警察。就这个老板，对，我们开走之后，他拿莲雾找我们的车。是。那位老板，你们有认识吗？不认识，我就是来买东西而已。你真正讲捡莲雾哦？啊，捡莲雾我就袂爽伊安尼啊。对，伊做啥物啊？阮应该爱互伊安尼糟蹋的吗？啊，无啦，伊做了啥物啦？啊，伊买莲雾就应该安尼甲我糟蹋吗？看到警察到现场，当事人真不满，卖莲雾的头家摕莲雾牵伊的车，而且车顶阁有囡仔。姓苏的头家嘛直接承认，表示因为和当事人买卖做了无欢喜，气袂过，伫人客要离开的时，就顺手杀一粒莲雾蛋。那时候就开始觉得他不老实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要2斤就好了，然后他又拿了几颗起来变370，那我不要买了，然后他就开始骂我。这称起来就370块，还算350好无？嘛无爱啦，讲啊你2斤320，啊我这370甲你算350，安尼你也无爱，啊你转外头做你走。即摆找你到外口就用翕相机甲我翕，该挑衅。讲伊要网络要甲我破啦，要甲我迄落啦。你买物件，较有可能拄啊好个。代志发生伫23暗时，邦山乡的路边，店头莲雾1斤卖160，当事人讲要买2斤的莲雾，但是头家安怎称拢超过320，当事人落尾决定无爱买。苏头家感觉对方甲创治，情绪压起来，双方发生争执，当事人就报警，请警方到现场处理。起因为双方对水果总重量及价格问题起口角争执，车辆粘附果渣及果汁，后续确认车辆未有损坏。双方后续已自行和解。警方到现场和两边讨论，苏头家最后向当事人回失礼，嘛甲车切清去，当事人就离开啊。警方提醒民众，拄到消费纠纷爱理性，毕竟做生意上重要就是和气生财。记者柯明哲，民东报道。原来看台南有义工伫咧网络分享伊订一鼎汤的相片，毋过说因为伊个另外铺这保育类乌面腊八的相片，就互网友怀疑讲伊敢是甲这乌面腊八煮来食。农业局调查了后发现讲加载毋是，也当事人嘛出面驳回，讲这乌面腊八的相片其实是伊的朋友伫咧越南翕的。就是这张相片伫网络，互人咧讨论，对图顶面看起来那像是鸟仔，互人用落去煮，甚至嘛有几只互人炖做一回仔汤。上害是佫有规定乌面腊八的相片，下面留话最近这来真济，食入去巴肚会真烧了，这嘛互真济网友看甲气噗噗。他们习惯就是有野生动物就抓来吃，他们不会去认为说它是保育类。那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是保育类，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很保护嘛。嘛，捌发天公水处，伊讲伊掠来食，这拢有可能啊，因为伊讲伫因迄边遐较少看到即个物件，啊来台湾看到就较新鲜。这阵哦，叫嘛主动调查，初步认为相片内底并毋是乌面腊八，不过这嘛无像一般的精神啊。这件代志后续爱去调查，当事人嘛出面驳回，乌面腊八的相片是网络掠的。不是，他只是 po 了一张黑面琵鹭的那些照片而已，啊，下面留言就都是他越南的朋友留言的，是这样吗？对。常飞行的那个鸟类的话，翅膀会比较长。那从那个碗的翅膀里面看的话，它的翅膀比较短，所以应该不是黑面琵鹭。但事实上，野生动物保育法立法进前，嘛传出台湾人会掠乌面腊八来食。不过这30多天来，就已经真罕听到有人有这款行为。即摆说传出义工会偷掠来食的代志。义工猎杀野生动物的事情，其实不止常常听到，我自己本身也有亲眼看过。那些人力公司要很明确的
告诫他们不能在台湾做这样子的事情。欧米纳波已经陆续来台湾过冬，目前台南观测到2000多只。陆续强调，对保育类动物的非法行为，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减罚2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若犯罪地点伫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面，刑度会去加重7%。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铁集集线伫咧2021年，因为线壁放弃部分的路段停驶，后来阁因为磅空需要施工，连集集站嘛停驶，影响当地观光。即阵是总算要准备完工啊！按算伫咧明年1月初5，集集站就会恢复通车。因那车顶站的部分是预计6月底就会恢复运作。集集火车头头前无啥物人，真无简单单接送车带一寡游客来，但是集集火车头看无火车，或者游客是感觉真失望。也没有什么人啊，看不到什么人啊。来这边带期待，然后都是就是失望啊回去之后。他大概也不会再想起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当然就会越来越式微。台铁集集支线2021年8月受到边坡处落来影响，造成集集到车埕之间是停驶，甲打已经4年的时间。2024年5月，阁因为磅空乌空的工程，集集站嘛停驶。目前火车敢若会当驶到南投民间的露水站，本地上精华的观光带，即马等于拢袂当用。不过即马台铁嘛宣布，因为工程的进度，集集站会伫明年1月初5恢复通车。后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整修好了，那就是重新隧道扩孔以外，还有等于是说重建了的状况，所以那个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当时还想说可能会一半或者怎样，但是真的不到1成的人。另外，集集站到车埕站的区间，因为边坡修复工程的难度较悬，按算伫明年6月会通车。当地店家讲，停驶期间游客量是大减6成到7成，复驶了后，除了会当强化在地的特色，嘛会当甲游客和观光效益带转来。希望早一点用好，这样子大家景气会比较好嘛。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熬了很久。公所这边也特别向交通部观光署争取一笔相关的经费来。针对这次复驶来办理一些系列活动那也请民众敬请期待，会有相关的彩绘列车。公所表示，除了和台铁建议复驶交通配套，提升游客交通利便性，嘛希望会当加速集集到车埕段修复的速度，和当地交通和观光连做一线，才会当感觉这的发展阁兴起来啊！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府开上亿的钱去全国头一个出租甲洗环保碗池的中心，昨已经正式开始运作。按算第一阶段会先提供予夜市来使用。县长徐正伟显摆，全国第一座环保餐具造就加清水中心正式营运，开1.45亿，其中活动基金就资金1.3亿。去这个中心是希望会当减少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饭店业的朋友。餐饮业的朋友可以介绍到这里清洗中心来为大家服务让我们清洗中心能够一天一条线是2万组，2条线就4万组。县府将会用 OT 方式委外予厂商经营。第一阶段主要是提供予东大门夜市环保餐具造就一个清水，验过控诉矿山地动，一个0923供予大水了，花莲的观光人数减少，敢有法度顺利经营？议会有意见。真的有足够的餐饮业者愿意也有能力来配合吗？那如果餐具量不足需求不够。会不会在观光还没有回温之前就在空转，甚至最后变成蚊子馆，浪费公帑？环保局强调，在试营运期间有邀请餐饮业者来试水，大家拢认为袂歹。明年1月已经提供环保免洗餐具予东大门夜市造型甲清水，不过收费标准也未公布。清洗的定价，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基本的诉求？还好啦，就是我们全力配合他们，因为毕竟我们是观光处县府管的嘛。县府讲，即马已经有厂商投标，2到审议过了就当正式营运。以后公布收费标准的时阵，也会有优惠介绍，希望在地餐饮业者拢会当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国际机场的外口有设2大食薰的所在，不过也是定定有人真顽皮，无照规定硬要哪行哪剥薰，甲相关的单位反映了后嘛拢无改善。机场表示讲，因会阁派人去加强巡视甲处理。高雄国际机场国际航线3楼大厅外口，阁行无几步，头前就是食薰区。不过，这群人也未行到规分，就举起来点，带司机伫咧边仔食薰，完全无要插死周边有搭禁止食薰罚1万的故事。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这款情形已经甲相关单位反映真久，不过拢无看人来改善。为咗经过民众闻到薰味，也拢感觉实在真不爽快。应该要来巡逻一下，对，避免会有一些孕妇啊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对，你们闻到烟味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我觉得是蛮需要的，对啊，因为连百货公司他们都有吸烟区，那何况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门面。无食薰的人感觉，明明都有设食薰区，为什么都是无守规矩？希望爱加强巡逻处理。不离过，咱去问有食薰的民众，有人讲机场大厅内底拢无做故事，甲人讲倒规会当食薰。若是台湾人，可能也阁有在调找；外国人可能都有困难。第一届来讲呢是，咁样一个爱问一下啦。那个指示照还唔是讲就多啦，所以讲会感觉较唔知方向里对。机场周边无论楼顶楼骹户外空间真侪大所在，拢有搭禁止食薰的故事。不过民众就直接徛伫咧禁薰的牌仔头前食薰。对此，高雄国际机场表示，针对民众的反应，会派保全人员加强巡视看道，若是无要配合，就会按照薰害防治法来进行裁处。记者柯家做教育高雄场报道。纸风车文教基金会为2006年开始，就到台湾319个乡镇巡回演出，希望透过表演来陪伴囡仔大汉。也这项计划是准备要满20年啊！明年按算要推出纪录片，阁有特别的演出，来记录因这20年所有行过的路。咱大人会当带小朋友做伙来看戏。里长用麦克向里面放送，讲有剧团要来表演，会当带囡仔去看戏。表演的剧团是纸风车剧团，因对2006年开始伫台湾319个乡镇巡回演出，初心就是希望透过表演来陪伴囡仔大汉，马速地都市甲庄脚的艺术表演资源落差。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台湾的儿童能够在笑声中长大，能够在笑声中培养出正确的人生观、积极的人生观、爱的人生观，对不对？不放弃的人生观。对这个咱台湾的多元的母语吼，这个推广，这个工作吼，阮嘛甲咱纸风车的一寡经典的剧嘛，比如讲《武雄拍虎》，比如讲阮去年改编的是一出叫做《顺风耳的新香炉》，伫咧台北、伫咧嘉义、伫咧台南、伫咧屏东吼。演出了在地观众看。这个艺术工程计划明年今日20天，台湾行政区因为改制，即马嘛对319个乡镇变做368个乡镇。为着要记录这20天，剧团嘛打算要来推出纪录片，来记录这20年来因陪伴囡仔的过程。我记得有一次在一场拍摄的地方，通常小朋友结束，再见，小朋友不是哦，在纸风车表演现场，小朋友是会问你们什么时候还要再来？再见跟再来是不一样的感觉的。再见就是一场活动结束了，我们就再见了。可当一个小孩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这句话是一个期盼。另外，纸风车剧团嘛表示，会伫每年办一场20周年的特别演出，用一出戏的时间回头看这20年来行过的路，也会阁继续表演落去，把这个儿童艺术工程变做所有台湾囡仔的共同记忆，搁再向前行20年。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司法部今仔日发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内底超过2000笔资料，拢是来自200多个政府机关，收的拢是有台湾文化特色的资料集。也教育部这边嘛有提供无共本土语言的资料，予工程师，希望会当训练出更较接近台湾社会语言表达的 AI 模型。这批网络打文车主的电动乌托邦乌白叉，互人打条啊，纸条啊顶面写的小电驴是中国用语，虽伫咧网络引起讨论，也引起批评。侪少年囡仔因为受到社交软体、影音文化影响，会伫咧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国用语 ，AI 长时行。台湾也面对着新的挑战，因为华语的资料拢是用简体字较侪，为着要互 AI 模型的训练贴近台湾的语言和文化，司法部拜三也发布
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那其实以国际上来讲的话，目前能够取得的中文的这个资料里面，其实它很大程度我们担心它会偏向于就是不是我们认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是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中文语料。这届司法部的 AI 训练资料库内面有超过200个政府机关投入，2000挂笔的资料，超过6亿个资源。教育部也提供客语、台语、原住民语的资料，予工程师使用，帮助训练出台湾社会语言表达的 AI 模型。我们这一次有上架的资料有包含就是台湾台语的语料库的原生语料的整理版，那另外一个呢是台湾台语常用的字词典的资料。司法部表示，现阶段的资料先对中央政府来收集，后一步会邀请地方政府来加入在地讲法，未来也会找民间的学者共同讨论。望未来有一天 AI 会当真厉害，甲用无共的本土语言口口来推动台湾主权的 AI 发展。记者李选王志光台北报道。运动部今仔日颁发运动体育精英奖，去年底摕到世界12强冠军的台湾代表队是得到特别奖，总教练詹和区是摕到最佳教练奖，也那队长陈吉宪是摕到最佳男运动员奖。替台湾的棒球写历史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摕到114年体育运动精英奖的特别奖。总教练张和区带领陈吉宪、朱玉贤、张毅、詹颂文、陈柏清接受行政院长杜英台的颁奖。张和区嘛，因为带领大家拍出好成绩，摕到最佳教练奖。其实是我们所有的教练团的一个荣耀，因为有大家一起努力，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张和区希望所落来嘛，当有真好的成绩，让全世界熟悉台湾。不过12强台湾队嘛入围最佳运动团队奖，若尾是先到世运会完成6连霸的台湾女子 Q 大所代表队摕到。我们不会去责怪队友拉得好不好，我们就只会想说，那就多帮他一点，拉不好就多帮他一点，我可以我就多帮一点。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精神。Q 大所队的选手是真欢喜，会当摕到这个奖。佮讲看到陈吉宪是真欢喜，对陈吉宪来讲，第一摆来精英奖是真特别的经验。所以来是摕到最佳查甫运动员奖，伊强调有队友才会当领到这个奖。其实也是靠队友啦。那棒球就是团体的运动，我觉得今天我一个人站上台上领金奖，那也是代表着团队。台湾的羽球老大周天成是得到最佳运动精神奖，伊讲真意外。另外今年2摆拍破全国纪录的研究女将江静妍，摕到最佳新手运动员，让伊真激动。很可惜没有在去年就拿到，但是成果来说很棒。我就有一个座右铭，就是我不能决定输赢，但是态度可以。就是这是我一直以来，就是不管有没有入围，有没有得奖，这是我一直去做的事情。所以，觉得非常意外了。最佳查某运动员是木姓巨世锦赛金牌的黄晓雯，伊因为山地训练无法度出席，是阿姐代替伊来领奖。今年的终身成就奖颁予已经过身的排球教练蔡宗斌，因家蔡汉文讲，这是万来的鼓励，感谢运动部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研究证实讲，台湾的原生种红梨子经过太空严格环境，佮重新返来地球了后，毋但会当稳定成长，甚至是发育佮较好。国家太空中心今仔日嘛，甲这第2代的红梨子送予台东县府。伫太空旅行7个月，台湾的原生种红梨子4月份送转去台东土班部落种，土班国校的师生真用心照顾，记录因成长的情形。9月份顺利收成20公克。国家太空中心表示，即马种是红梨子，伫经过太空真严格的环境，重新返来地球了后，要是会当稳定成长，甚至发育更较好。从太空回来的这个太空红梨呢，它的这个总多酚类的检测出来，其实它是较高的，它可以有较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重新的这个种植之后，它的确长得会比一般的红梨要快很多，而且比较高，所以生产量也可能比较多。支持国家太空中心甲第2代太空红梨子送予台东县政府推广，予大家来种。专家吴正中表示，红梨是百万传统的食食，营养价值真悬，伫国内捌真时行，期待太空红梨会当搁一届带动新的一波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他必须一定要回到部落，那从部落再生根发芽的时候，也可以变相带动整个我们台东的这边的一个红利产业的新的 IP。官府表示，经过太空旅行的案例，除了要继续推广以农业的经济价值，也搁要伫台东县推广太空科技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国际消息，今仔日是平安暝，罗西亚所出动超过600台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而且其中一个阁是干那4岁囡仔。也伫咧乌克兰的街仔头，嘛是会当看到有人咧办耶诞活动。着囡仔讲，伊认为上好的礼物就是战争结束。圣诞节要到啊 ，Russia 所出动635台无人机，发射38粒飞弹。对乌克兰自暗时到今两天日时发动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至少13名体甲电棒损害，在这么寒的天气内面无电通行，而且一个造成乌克兰至少3个人死亡，其中包括有一个4岁囡仔。就伫被攻击的前一天，泽伦斯基也佫讲，和平协议的进展正稳固。Летить. Я в квартирі сидю, чую летить. І близько вже підлітає. Я одразу поняла десь. І воно як дасть зарево таке. Я думала до нас у квартиру. Дочку взагалі волною винесло в коридор. Ну, коротше, перелякалася. Ну, що тут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Ну, це взагалі. 伫咧基辅的大路边，采办圣诞树，也有各种装饰品。虽然战争也搁伫咧拍。乌克兰民众也是想要互囡仔体验生活，感受快乐。Діти знають, що це таке. Да, вони все знають. Коли є світло, коли нема світла, включають інвектор. Все пристосувалися діти. Так що Мірочки, коли почалася війна, 3 роки було. Вже виросло. 俄战争自2022年2月开始拍到打，Russia 几路遍拒绝休战的请求，讲这敢若会互乌克兰摕到军事优势。伊那罗马天主教宗良14世希望全世界伫咧圣诞节即天休战。Veramente delle cose che causano molto tristezza in questi giorni è il fatto che apparentemente la Russia ha rifiutato la richiesta di una tregua di Natale. Io faccio ancora una volta questa richiesta a tutte le persone di buona volontà, rispettare almeno nella festa della nascita del Salvatore un giorno di pace. Magari ci ascoltino, che ci sia 24 ore e un giorno di pace in tutto il mondo. 圣诞节就是要到啊！乌克兰的人权组织也替当地无家可归、生活拄着困境的囡仔办圣诞晚会，囡仔因也讲出上想要伫的圣诞礼物。公司新闻深度配编辑。美国国会通过的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要求要完整公开这层牵涉性犯罪资料。这上尾期限是已经过啊，不过有数十万页的文件，到今是敢若公布3万多页，而且阁有大量的资料是已经互人摕掉啊，引起受害者甲民主党的不满，质疑讲这司法部根本就是想要暗藏真相来保护特定的人。美国司法部伫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规定的最后期限迄天公布8000多笔资料，互其他对案情有新的发现的人真失望。资料内容被大量来删减甲画甲乌乌。20暗时，司法部线上资料库10多张档案相片点点互摕来，特别是内底有总统川普在内相片。因来司法部想要暗藏真相，来保护特定人士批评。8岁过川普率领律师的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伊讲未来隐瞒甲川普有关的这个资料。You can see in that photo, there's photographs of women. And so we learned after releasing that photograph that there were concerns about those women and the fact that we had put that photo up. So we pulled that photo dow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esident Trump. 司法部公布的档案甲川普有关的内容，大部分出自新闻简报。1993年到1996年中间，川普至少8摆坐性犯罪者爱普斯坦的私人飞机，也个爱普斯坦加穿美国奥运体操队衣，也是性侵犯的纳瑟来往的配件、卡片，拢不讲到川普。司法部若毋是讲这个内容不实，那无就是出面来澄清，讲这是假做。
另外一方面，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摇滚歌手有名的人加做为自由派人士的档案，却是大量给公布出来，引来民主党阵营加军也为共和党人士批评。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为13度到21度。换来看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的部分是14度到24度。外岛地区为12度到20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